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初中中文科係按照學生嘅發展需要設置初中校本課程。初中課程係利用多元角度讓學生接觸中國語文，透過唔同範疇嘅學習，開闊及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學嘅興趣。我哋會按照唔同年級嘅能力去設計校本課程，從而銜接高中學習嘅需要。我哋相信中國文學係中文學習嘅重點能力之一，因此我哋挑選咗唔同年代嘅文類經典，滲入不同年級，再配合單元教學，融會貫通，以強化同學嘅文學根底。中一以詩詞曲為主，中二以散文為主，中三則以古典小說同埋戲劇為主。喺功課政策方面，每個單元都會有預習工作紙，讓同學培養自學能力。同時，每個單元都會安排默書。默書嘅內容唔單止背默文學經典，亦都包括成語及文言常用字。我哋希望透過默書嘅方式，鞏固學生文言知識嘅基礎。喺寫作方面，每位中一學生都會有一本由校本設計嘅寫作好幫手。我哋希望由中一開始打好學生寫作能力，所以每個單元都會有寫作及雙周一作，目的係訓練學生持續地練筆。作文嘅題目都與 TSA 同埋文憑試類近，讓學生從初中起認識高中寫作嘅題型。為咗應付文憑試卷一閱讀卷，所有中三學生都有一本校本閱讀理解練習。練習嘅內容同時包括高中指定12篇篇章。我哋希望同學早啲認識指定篇章之餘，更想中三學生盡快熟練文憑試卷一嘅題型，為高中課程作最好嘅準備。除咗統測同埋考試係評核嘅項目之外，部分嘅功課會列入平時分嘅計算。所有計分功課均設有統一嘅計分標準。最後，為咗培養學生閱讀嘅習慣，所有學生全年要閱讀最少8本圖書。呢個嘅廣泛閱讀計劃係配合閱讀練習，計入平時分，藉此鼓勵同學認真閱讀課外書籍。我哋相信透過唔同嘅學習方式同埋配合課程活動，不但能夠讓學生發掘對中文嘅興趣，更能讓學生了解自己嘅強弱，盡早適應初中課程，以迎接高中嘅要求。